這個策略很簡單，但它背後的邏輯非常強大。它幫助你追蹤速勢轉變，確認回調，然後更在價格開始再次以真正的動能移動時才入場。我在 TradingView 上，神奇數字的概念可能引起來不尋常，但這裏真正的價值不在於它們背後的名稱。現在讓我們正確設置一切。進入指標，搜索 Moving Average Ribbon。這個 TradingView 內置工具很有用，因為它允許你即使在使用免費版本時，也能添加多條移動平均線。打開設置，你可以從這裏操作，並移除其中一條移動平均線，因為我們這裏只需要3條線。然後將移動平均線類型設置為 EMA。對於第一條 EMA，將長度設置為15。對於第二條 EMA，將長度設置為34。對於第三條 EMA，將長度設置為111。也從這裏將此 EMA 的顏色更改為綠色，然後轉到樣式選項卡，通過加粗線條使它們在圖表上更易於查看。各長的 EMA 應該是綠色的，另外2條較短的 EMA 應保持清晰可言，作為你更快的觸發線。現在讓我們理解每條 EMA 的作用。111 EMA 即綠線是這個設置中的主要速勢過濾器。這條線告訴我們市場可能從看漲轉向看跌，或從看跌轉向看漲。然後15 EMA 和34 EMA 幫助我們了解新走勢的裂扣和回調行為。因此，綠線提供更大的途徑，而另外2條 EMA 則幫助確認和入場時機。讓我們從如何解鬥綠線開始。當價格高於綠色的111 EMA 時，市場更可能處於上升趨勢；當價格低於綠色的111 EMA 時，市場更可能處於下降趨勢。因此，我們首先關注的是價格從綠線的一側穿越到另一側，但這非常重要。我們不會僅憑第一次穿越就進行交易，那風險太大。市場可能會移動到綠線下方，然後又回到上方，再又回到下方，尤其是在波動劇烈的歐域。所以第一次穿越只是速勢可能改變的早期警告，它不是實際的入場。現在讓我們詳細看一個例子，以更好地理解這個過程。假設價格之前高於綠線，然後收盤價低於它，這是上升趨勢可能結束，下降趨勢可能開始的第一個信號。但我們仍然等待。我們接下來希望2條各塊的 EMA， 即15和34，也移動到綠色的111 EMA 下方。這表明短期裂扣現在與看跌想法一致。但即使在這裏，我們仍然不入場。我們船想看到一件事，那就是回調。如果真正的下降趨勢正在開始，那麼在初始突破之後，價格應該回調，但那個回調應該保持在可控範圍內。在這個設置中，我們希望回調至少到它15和34 EMA 之間的歐域，或者最多回到綠色的111 EMA。價格不應收盤於綠色 EMA 之上。如果發生這種情況，設置就會減弱，速勢轉變就不再清晰。一旦那個回調發生，我們等待一根收盤價低於34 EMA 的 K 線，這是我們的信號，表明回調可能正在結束，看跌動能可能正在回歸。但即使在這裏，你也不需要着急。如果 K 線較弱，覺小或猶豫不決，你可以等待一根實體更強的、更好的看跌 K 線。這實際上更好，因為這個策略是為了捕捉新走勢的開始，而不是跳入弱勢動能。因此，當你分解時，欲出設置很簡單。第一，價格下穿綠色的111 EMA。第二，15和34 EMA 也移動到綠線下方。第三，價格回調到 EMA 歐域或朝向綠線，但未收盤於其上方。第四，你等待一根強勁的 K 線收盤於34 EMA 下方。這就是欲出入場變得有效的地方。在實踐中，你可以在下一根 K 線入場，將止損設置在綠色 EMA 上方，並瞄準1比2的風險回報比。這很容易也很簡單，你可以慢慢確認速勢是否真的在轉變，沒有必要着急。
現在讓我們轉到買入交易設置。您是否覺得身邊的每個人都在從人工智能中受益，但您卻不知道從哪裡開始？不要再等了，今天就開始吧。我們的免費交易機器人使用簡單，由人工智能驅動，每天可為您帶來高達1%的利潤。已有5萬多名會員加入，現在就點擊下面的鏈接獲取免費使用權。這是你利用人工智能的力量向財務增長邁出一步的機會。這以相同的方式運作，只是方向相反。第一，價格上穿綠色的111M，這是下降趨勢可能結束，上升趨勢可能開始的第一個線索。但同樣，我們不買入第一次突破。接下來，我們希望 15M 和 34M 也移動到綠色的111M 上方。這告訴我們短期裂扣現在與看漲想法一致。但即便如此，我們仍然等待回調。在買入設置中，我們希望價格回調到15和 34M 之間的區域，或者最多觸及綠色的111M。它不應收盤於綠色 M 下方。如果發生這種情況，設置就會減弱，看漲反轉就不再清晰。一旦那個回調到位，我們等待一根 K 線收盤於 34M 上方。這是我們的信號，表明回調可能正在結束，看漲動能可能正在回歸。就像在溢出設置中一樣，如果那根 K 線較弱或較小，你可以等待一根更強的。你需要一根實體堅實、顯示真實意圖的 K 線，而不僅是微弱的推動。因此，買入設置也非常簡單明了。第一，價格上穿綠色的111M。第二，15和 34M 也移動到綠線上方。第三，價格回調到 M 區域或朝向綠線，但未收盤於其下方。第四，一根強勁的 K 線收盤於 34M 上方。這就是買入場變得有效的地方。在實踐中，你可以在下一根 K 線入場，將止損設置在綠色 M 下方，並瞄準1:2的風險回報比。使這個策略有用的是，它迫使你保持耐心。它不允許你買入每一個上破綠線的突破，或溢出每一個下破綠線的突破。它讓你等待結構，然後等待回調，然後等待動能恢復。那額外的序列正是過濾掉苦多糟糕入場的原因。例如，有時價格會下破綠線，看起來像是新的下降趨勢正在開始，但隨後回調又重新收盤於綠線上方。在這種情況下，看跌設置不再清晰，你就保持觀望。那是一個被避免的虛假信號。同樣的情況也可能發生在看漲方，價格可能上破綠線，但如果回調又重新收盤於其下方，那麼看漲的理由就減弱了，你就避開交易。這就是為什麼這個方法不僅幫助你入場，它旋能幫助你避免糟糕的入場。這次就到這裡。如果你有任何問題，請在評論區留言，我會盡快回覆。如果你船沒有訂閱，請訂閱頻道並打開鈴稱圖標，這樣你就不會錯過下一個視頻。下個視頻見，祝你交易順利。